大家晚安。咁咧，我見到有人攞起個電話，真係好啦，檢查下先，究竟咧有冇閂咗手提電話同埋響鬧裝置好嘛？咁咧，讓我哋今晚嘅研討會咧都可以好順利咁樣即係冇啲零星此起彼落啊！咁我係卜山林牧師，我就嚟自於態度呢個組織嘅嚇。咁咧，我再次歡迎大家咧，今晚咧嚟到參加我哋呢一個願你受讚頌基督信仰嘅共同回應一系列嘅活動。咁咧，我哋係天主教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基督教協進會生態關懷事工同埋態度主辦嘅。咁咧，上次喺5月8號咧已經開始咗第一次啦嚇。咁我哋睇咗咧教宗方濟各喺2015年發布嘅願你受讚頌Laudato Si通諭嘅紀錄片 The Letter。而今日咧，我哋係一個研討會嚟嘅。我哋嘅題目係環境公義於當代嘅重要性。我諗咧，大家都係好受吸引啦。呢個題目咧，今日嚟到當中，喺我哋開始今晚研討嘅會嘅時候咧，我哋一齊嘅同心祈禱。慈愛光明創造眾生嘅上主，我哋滿心嘅感謝你。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創造咗一個好美好、好美麗嘅世界。可惜呢，我哋嘅人類真係利欲熏心。我哋成日都將咗其他嘢，好似金錢啊、權力啊、成功啊，都作為我哋終極嘅關懷，就會帶嚟疏離同埋破碎，甚至影響我哋同大自然嘅關係。喺呢個結果係窮人遭殃，窮人係最少影響生態嘅，但係佢哋係最遭殃嘅。我哋亦都睇到成個造物界都喺度呻吟，好似垂死嘅掙扎。上主啊，我哋糟蹋咗你創造過咁美麗嘅世界，我哋求你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我哋願你受讚頌。今日我哋作為耶穌基督信仰者，我哋嚟反思，我哋嚟回應，我哋都嚟行動。主啊，求你帶領我哋今日呢一個研討會，我哋去思考環境公義對於當代嘅重要性。今日我哋所聽到嘅點點滴滴，一點嘅感動，都能夠喺我哋心裏邊生根建造，可以茁壯成長。我哋禱告係靠賴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咁咧，我呢個係過場嘅啫，我過客啊。最主要咧，我今日咧要交翻咧俾我哋嘅主持人林榮君博士，我哋交俾佢。好，大家好，晚安嚇，我係今晚嘅研討會嘅主持林榮君。咁咧就我係香港天主教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嘅委員。咁咧就我哋委員會裏邊咧都有一個生態關懷小組嘅。咁咧我都喺個小組度幫下手咁啦嚇。咁咧就今晚其實好開心咧，可以係喺呢一個地方。咁我哋係天主教啦，同埋新教嘅弟兄姊妹咧一齊聚集。同埋呢個聚集，我哋都係為咗一個同樣嘅關心就好似今晚嘅題目咧，就係環境公義究竟佢係當代裏邊我哋面對緊啲乜嘢嘅挑戰啦，同埋我哋點樣去回應佢咧？咁我諗今晚就係一個研討會咧，咁就當然我哋有啲好重量級嘅嘉賓同大家去分享啦，但係都希望係一個交流對話嘅一個機會咁咧就係願你受讚頌咧，係已故教宗方濟各咧，佢係喺2015年咧5月24號咧就係發表嘅，咁就啱啱10年啦，咁10週年。
咁呢份通諭咧都係天主教會咧係第一篇以生態關懷為個主題嘅一個通諭，一個社會訓導嘅通諭嚟嘅。咁咧就裏邊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好特別啟發我哋嘅地方啦。咁咧但係咧就其中一樣咧就係佢好中心嘅思想咧就係整體生態觀。就係將我哋可能以前咧就關心社會公義啦，係咪？或者咧我哋去保護環境啦。咁但係咧教宗咧就將呢兩樣嘢咧，佢話我聆聽到咧窮人嘅呼喊同埋大地嘅吶喊。其實原來公義唔係分社會公義或者係關於我哋呢啲保護環境呢方面，其實係一件事，因為都係同樣人性嘅根源咧，導致咧我哋整個受造界。包括我哋嘅弟兄姊妹啦，我哋大地嘅弟兄姊妹咧受苦。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呢一個研討會咧，其實就睇下我哋呢一個嘅生態公義或者係用環境公義啦，包括好多嘅。咁咧就我哋咧今晚有3位嘅講者啦，咁咧就我會輪流咧介紹佢嘅。咁第一位會同我哋分享嘅咧就係林超英先生。咁超英哥其實都唔使我哋點樣介紹佢㗎啦，不過我都用少少Google 下咧，咁即係係啦。咁超英哥咧就係特許嘅氣象學家啦，我哋都個牌都係咁寫。咁但係咧，我哋大家可能認識佢嘅時候咧，就係佢係香港天文台台長啊，即係前台長。咁喺天文台都做咗好多年喎，1974年咧去到2009年，係啊，好長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哋大家都知佢對氣象學咧，即係可以話係知識淵博啦。咁但係咧，佢唔單止只係為天文台服務啊，其實佢好多時咧都被獲邀咧擔任好多世界氣象組織嘅專家同埋顧問。咁好多年嚟咧喺香港咧，佢都係不遺餘力去推動公眾關注咧氣候變化同埋環保啊等等嘅議題。其實佢都係一個KOL 嚟嘅，係咪？大家都係可能都好多都俾佢可以帶出一啲信息去影響咗我哋。咁今晚咧，佢就同我哋去分享咧，就係香港點樣應對氣候變化嘅挑戰同埋未來。我哋俾掌聲。你上呢邊，好似呢個。嚟啊！唔用膠樽刀具嚟嘅。第二，呢本書真係介紹你哋睇嘅嚇，即係呢本書咧，即係佢呢啲係中世紀意大利文，我唔明嘅。不過呢個 LAUD 咧，其實好多人都識嘅，即係讚揚咁解嘅，英文都係嚇。咁咧就詩就係你咁解啫嚇。咁咧就今日咧個題目我就會闊啲咁啫，就。因為講香港太細啦，係嘛？得嗰700幾萬人。不過你知唔知道香港嘅人口係世界人口幾多分之幾咧？幾多分之一咧？我問過入境事務處處長，佢都唔知。嚇？你好叻啊！1000分一啊！鼓掌！入境處處長就諗係咪1萬分一？有啲人話1萬億分一，向1000個地球人有1個係香港人啊！所以唔怪得你去到邊度都見到香港人。然後咧，香港人做嘅壞事咧，因為我哋香港人放嘅二氧化碳係平均地球人嘅4倍。但其實而家排放平均都係罪啊，排4倍啊，係我哋香港全世界嘅4倍嘅壞蛋嚟嘅，所以全部都係罪人。包括我，雖然我係細少少，因為我唔開冷氣。不過我話俾你聽，原來教宗都特登講過冷氣呢件事嘅嚇，就喺呢本書入邊喎。你哋估都估唔到㗎嚇。嗱，今日咧我就想擴闊啲咁多個範圍，就係我哋教宗真係講得好清楚成件事。頭先啱林博士講咗啦嚇，我咧。就嘗試從氣候變化呢個角度咧講下，邊個幫我睇緊鐘嘅？係咪你啊？嚇？有冇人睇緊鐘㗎？係啊，有啊。我有幾多分鐘啊？仲有20分鐘。嗱，因為咧冇人逼我會慢嘅。嗱，呢個世界係有樣嘢叫環境公義，但其實都係社會公義啊。嗱，咁咧。
不過主要就講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幾嚴重啊！嗰條線呢就講1970年到而家全球嘅氣溫點樣上升。1970年到而家拉勻嚟嘅差唔多線性上升。咁咧去到尾嗰度咧，就 mark 住個位差唔多，去到2022年嗰度咧就有1.1，但係2023、2024年咧，原來喺呢度上邊嘅，係突然間跳咗0.4度。好多人唔知道，其實過去嗰2年呢個世界發生咗一個重大嘅變化。我哋希望佢係偶然，不過好似呢個希望係好難實現，因為過去嗰2年，以前咧就50年升一度，而家係2年升咗0.4度，係咪兩個世界啊？呢個世界好似有條界突然間過咗，好似去咗懸崖邊踩錯腳跌緊落去咁樣。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咧，你有緣今日撞到我，就你知多一樣嘢，就係過去嗰2-3年嚟氣候變化好似去緊一個好奇怪斷崖式嘅變化，唔知翻唔翻得翻轉頭。我哋氣象佬從來最驚嘅就係過咗一個臨界點之後咧，翻唔到嚟。但係咧好眼嘅人就睇下面有個圖仔嘅喎，下邊個圖仔咧，下邊個圖仔咧，嗱，巴黎協議咧就話希望嗰個爭取氣溫上升唔好超過1.5度，但係舊年前年已經去咗，其實舊年咧係1.6度㗎啦，已經我哋已經過咗界㗎啦。唔好以為係未來，之前就話環保就你小心，而家做嘢將我哋子孫受害，而家唔係啊，而家係話你小心啊，收尾嗰幾十年你受害啊，而且係未來幾年你受害啊。現眼報嗱，好眼嘅人咧，可能見到我下邊呢條線咧，由18幾年開始嘅，然後咧去到1970年咧，突然間啜咗聲上去嘅。1970年係有啲好奇怪嘅嘢發生嘅，大家好似我上次喺呢度講嘢，我都提過呢個1970年呢個問題。1970年之後呢個世界發生咗咩事咧？嗱，大家可以開始諗，一陣間我哋一齊估。1970年之後，點解會突然間浸聲上去啊？其實啊，呢個圖好出名嘅圖就係我哋科學家咧，如果知道天上有咩氣體咧，我可以知道地球氣溫係幾多嘅。譬如話由1980幾年計到去1950年、60年、70年咧，我哋計出嚟同觀察到嘅大概 OK 嘅。但係咧好奇怪嘅喎，佢呢度咧就1970年，即係1970年之後咧計出嚟嗰個數同見到嘅數咧，所謂鯊魚口分開嘅。1970年今晚如果乜嘢 number 你又唔記得，你記得1970年。1970年之後咧，個世界有啲好巧妙嘅變化。1970年發生咩事咧？你好似好專心聽喎。1970年發生咩事啊？石油危機。石油危機冇石油仲好啦，嗰陣時個石油危機如果一路危機落去就好地地啦，最衰後嚟又出翻咁多油。大家開始諗喎，一陣間我哋一齊估下。但係呢個1970年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大家咧俾心機諗。而家我哋喺地球上見到嘅係一個人道災難嘅方程式，因為過去嗰10零年我幫緊紅十字會，所以我好多時諗人道災難。而呢個情況就係氣候變化令到糧食生產出現問題。大教授係呢門專家嚟，然後咧糧食生產唔夠咪唔夠食啦，唔夠食身體唔好啦，又病啦，氣候變化有好多種古靈精怪病啦，跟住咧啲人冇得食就會周圍走噶啦。中國古代個朝代忙都係因為唔夠食，跟住啲人周圍走，嗰啲叫做流民、流動嘅民，跟住就變咗做作反或者自己打自己。根本上就係氣候變化咧，係而家好多不動盪不安嗰個底層嚟嘅。咁然後咧最唔好彩嘅就係佢又周圍流晒，但係跟住咧大家又打仗，打仗之後咧咁啊啲人sorry 翻轉頭咁咧唔夠食咪周圍走咯。地中海而家成日都有人偷渡去歐洲噶嘛。好啦，去到之後咧，結果咪又俾人韞咗落難民營。但係難民營咧，本來難民營都好似 OK 啊，點知難民營跟住再撞着極端天就慘啊！難民營都水浸。
而家羅興亞人喺阿伯加拉就好陰功嘅幾格嗱，氣候變化結果令到人道災難咧，哇！一浸一浸咁差落去。我哋香港人太幸福啦，完全冇感覺。但係如果你係身陷其中嘅人，你有幾聰明都冇得走。現在好多譬如敘利亞難民，好多啲難民係大學教授、法官、專業人士嚟㗎。我哋好多時以為嗰啲難民一定係耕田㗎，乜都唔識㗎，唔係㗎。而家呢個世界好多難民係專業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嘅，好陰功啊！佢係特別陰功添，因為曾經生活安好過啊。咁而家我哋嘅問題就係我哋世界咧搞，因為氣候變化搞出好多人道嘅災難。咁有啲人話：窮國當災，我有錢冇問題啊！有錢如美國啊，打親風都係水浸死人。最後嗰年2024年有個叫 Helene 嘅人，美國都死好多人嘅。佢唔會死有錢人㗎，死咩人啊？窮人。其實富國嘅窮人一樣咁傷。而家嘅世界最唔公道嘅就係窮國嘅人就衰梗，有錢國家嘅窮人一樣衰梗，可能衰得仲貼地，因為嗰啲有錢人剝削得你仲緊要。喺窮國家大家一齊窮嘅喎，唔同喎。但係喺有錢嘅國家，啲有錢人覺得你抵死嘅，你生出嚟咧就乜呢樣嗰樣，佢哋更加痛苦啊！所以呢個世界嗰種唔公道唔係淨喺窮國度啊，喺有錢嘅國家入邊都有嘅。呢幾日喺美國為咗拉嗰啲所謂非法難民，叫佢搞到立亂，其實係一種好不公義嘅嘢發生緊嚇。咁但係我睇翻香港咧，其實一睇你就明㗎啦，掃街嘅嚇，喺做地盤嘅，住喺局促嘅劏房嘅，或者條件差啲地方，或者嗰邊你哋嘅左上角嗰度就係福榮街嗰頭嗰啲攤販，路邊嘅攤販直到而家冇乜人留意嘅，但係其實佢哋好慘嘅，掃地仲可以匿埋一邊射下。做生意冇得蛇㗎，你每分鐘都有錢揾㗎嘛。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好多露天攤販都好傷㗎，好多勞動者好傷㗎。但係勞動者其實係人類之中最高貴嘅工作。我搞中動，一陣間我會提一提。其實我哋過去嗰段時間就係太過戰士，真係具體嘅勞動者。因為其實佢哋嘅工作先係最貼近土地，先至能夠真正咁樣表達出工作嘅意義。但係佢哋喺未來越嚟越熱嘅喎，我哋香港嗰啲酷熱天氣警告越嚟越多喎。即係呢個熱夜，其實窮人最難捱，唔係日頭熱，係夜晚熱。可能大家你哋唔為意，日頭熱有定走啊，夜晚熱冇得走㗎，就碌喺自己張床度。好多人朝頭早撳平安鐘，係因為夜晚熱。夜晚個氣溫跌唔過28度，譬如29度咧，撳平安鐘嘅數目就多㗎啦。熱夜嘅數目喺香港喺我出世嗰陣時，一年得1天、2天、3天，而且解決方法就係瞓落街或者瞓上天台。而家過去嗰幾年，一年50日，2個月咧就嚟，而且冇訂走啊！而家連本來可以俾你去唔係避暑可以降溫嘅麥記，有好多夜晚黑都唔開啊！想做麥難民都冇得做，係嘛？好陰功啊！佢哋咁點咧？啱最近有篇文出咗㗎，成5月先出嘅。呢篇文就講，喂，邊個搞出嚟㗎？氣候暖化，結果佢哋計出而家個升溫咧，其實計咗輪之後咧，全地球最有錢嘅10%咧，係造成其中升溫嘅2%，係咪好勁啊？不過如果1%好似仲衰，1%佢哋就做咗1/5，不過1/5比0.01除，係大過2/3比0.1除嘅。嗱，你唔知我計緊咩數冇所謂，總之就係咧0.1嗰啲係衰好多倍。另外一個表達法就係，喂，即係而家所謂100年一遇嗰啲高溫係越嚟越多嘅喎，增加咗呢個頻率，增多咗邊個負責㗎？最有錢嗰10%係所造成嘅傷害係平均普通人嘅7倍。
最有錢嗰一個 percent 係平均人嘅26倍，佢哋好壞蛋。香港人我哋拉勻啊，我諗就係全世界嘅4倍。咁啊，我唔係個個一樣有錢啊嘛，有錢嗰班咪4倍以上咯。總之你身家越多咧，或者你開冷氣越多咧，你作惡就越多啊。嗱，所以實際上係好唔公道啊嘛。頭先我先至話受害嘅係窮嘅，冇能力保護自己嘅，但係做出傷害嘅係有錢嘅，呢個咪好唔公道啦。其實全個地球啊，全個地球啊，唔係講人類歷史啊，全個地球未試過有咁唔公道嘅嘢嘅。一隻動物入邊嘅一部分傷害其他一部分，仲有就係一隻動物傷害所有動物植物。歷史上冇咁犀利嘅，冇人咁犀利嘅，冇人會搞到人哋絕種嘅。以前幾惡嘅動物都好會食剩一啲嗰樣第二樣嘢，因為嗰啲嘢先至會生啲仔女俾佢食啊嘛。呢啲叫生態平衡，咁講得唔得啊？但係而家人真係做到唔係人嘅嘢，唔係人中嘅嘢，就差唔多當佢唔係嘢。我話最憎啲市政嗰啲人咧，成日清除街邊嗰啲雜草。我成日話雜草有名有姓㗎，提供生態服務㗎。不過我點同佢講？城市人係唔明自然對人嘅重要性嘅啊！好啦，咁你話喂，咁啊邊個放二氧化碳多啊？邊個最衰啊？歷史上啊嚇，呢條數咧就講累積咁多100幾200年，邊個放得最多啊？唔使問啦，梗係美國、歐洲啦。你見到個中國排第3喎，中國係咪好衰啊？你睇下喎，中國係幾時升上去㗎？嗱，sorry。嗱，呢度又有1970年喎，1970年之後中國升上去喎，但係你又要留意喎，1970年之後咧，歐洲唔係繼續升上去喎，係冇升得咁多啫喎。美國其實本來升得仲快，冇升得咁多啫喎。其實佢應該升得仲多，不過咧將間廠搬咗嚟中國，入咗中國條數啫喎。一陣間我再俾條數你睇啊！根本上就係、當然佢哋而家話中國好衰㗎，乜唔係喎？我放啲氧化碳係做啲玩具俾呢個細路玩嘅喎。嗱，根本上就係歐美，其實咧下邊有個加拿大個數好細，但如果除佢人頭嘅話，好勁嘅。美國、加拿大、澳洲呢3個係除咗阿拉伯世界之外最衰嘅國家，用人頭計。中國用人頭計，直到而家未有攞排到最衰。好啦，其實1970年之後發生咩事啊？1970年之後，城市嘅思維冚晒全世界。以前呢個世界唔係城市控制晒嘅。以前就係可能個鄉村附近有個埠，嗰個埠咧提供啲服務俾啲村，啲村係提供啲嘢俾佢。咁咧埠入邊啲人唔使耕田，不過要提供有用嘅服務，就等佢有得食。但係咧，我哋第4次大戰之後，去到1970年代咧，城市思維完全壟斷呢個世界。然後因為嗰段時間嘅通訊系統開始發達到點樣啊？呢個世界可以用資訊控制嘅。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細個睇慣美國、歐洲嘅電影，以為佢哋啲屋企咁靚，我哋係要學佢哋㗎。我哋嘅腦俾人洗晒㗎，要學佢哋咁過癮嘅屋企。一切講經濟增長，然後咧一講經濟增長咧，個個都話基建。香港政府最叻呢樣嘢就講基建，有路到就有財發，係嘛？咁結果咪使好多錢落去基建咧，而家仲繼續緊。雖然香港已經去到一個成熟嘅城市，已經唔應該講緊呢樣嘢。不過我哋嘅政府仲係用緊70年代嘅思維管緊2020年代嘅香港啊！嗱，其實最慘就係消費主義啦。喺呢段時間70年代開始，點解70年代之後有電視啦？我哋嗰陣時一睇電視，哇！邊個話買乜嘢，個個去買乜嘢噶啦？以前咧，我哋街邊啲廣告係白底，5分鐘啦，剩翻白色底一片白色，用啲藍色字寫，叫你買咩保濟丸嘅，冇說服力噶。但係一有電視咧，叫你買乜你就買乜啦。因為我哋人性係聽人哋講嘢嘅，我哋唔會懷疑對方係特登呃你。所以電話騙案仔咁好嘢，就係呢個我哋人性啊！嗱，咁呢個情況咧就係人係要呃我哋喎，個個都買嘢就經濟會發展啊，個個都有着數，點有可能啊？
啲係咁買咗啲錢，咪去咗做嘢嗰個度咯。做嘢嗰個好容易發達啊！做嘢嗰個就喺自然界攞啲嘢之後咧，摸開佢變咗一種唔自然嘅嘢，就賣俾你叫做貨品喎。所以呢個消費過程之中就會剝削咗自然，攞咗佢嚟做材料，做嗰啲嘢賣俾你，你嘅錢就去咗佢度，但係佢就破壞自然。喺呢個過程之中就係我哋俾人呃咗，猛咁要買嘢。點樣定義自己啊？用啲嘢圍住自己，中間嗰個就叫做我。阿九中就講咗類似嘅嘢嘅嚇，即係我哋偷佢啲橋啦。咁就個後果就係氣候變化啦、化學嘅污染啦、斬好多樹林啦、礦啦，於是就搞到呢個世界啦，又氣候變化，又生態失衡，物資又短缺，又傷害健康。最慘就係傷害健康喎，因為我哋食嘅、用嘅、做嘅嘢全部都唔自然嘅。我哋人啊，1萬年前仲喺出野外遊嚟浪蕩，1萬年嚟400代，我哋基因冇改變嘅，我哋思維仲係1萬年前嘅思維，就面對一個咁嘅世界，所以我哋就煩躁不安嘅。嗱，其實1970年以來咧，最大問題就係消費價值觀，買嘢，跟住咧做嘢咧，佢哋俾佢諗到就去窮國家做嘢，於是成本好低。因為資訊發達啊嘛，所以啲嘢運嚟運去，嗰個所謂而家叫做咩物流鏈。於是咧，佢將嗰個佢用好低嘅數目就做咗好多嘅嘢出嚟賣俾佢嘅人，佢班人着數咗，仲話而家話我哋剝削緊佢哋。美國真係好不知道人哋俾佢哋嘅恩情。呢幾十年嚟，我哋着數咗佢好多啦，由70年到而家。我哋中國呢段時間犧牲咗我哋好多本來乾淨嘅地方變咗污糟，我哋好多人受到身體健康影響咗。實際上啊，全球化，我一段時期以為全球化好嘅，如果嗰啲公司係有良心嘅話，但係點知啲公司係冇良心嘅，佢就係要賺最大嘅利益，結果咪揾人代工，係咪知唔知咩叫代工啊？揾第二度啲地方幫佢做咗，掛佢個牌。咁啊，當好靚嘅嘢，物流鏈咧係利用咗，而且係佔用咗基層嘅勞動力。呢段時間一個最唔好嘅就係我哋受到西方嗰種影響咧，就係好睇唔起嗰啲用手用腳勞動力做嘢嘅人。實際上有人好認真咁計過咧，其實用手用腳做嘅勞動者，佢所生產出嚟嘅係有正價值嘅。嗰啲咩 iBanker 計咗一輪之後，佢嘅價值係負數嘅，因為佢搞到好多人少咗錢嘅，係咪？但係呢個世界咧就 iBanker 多高薪水喎，掃地嗰個好低薪水喎。其實嗰陣時喺今次瘟疫期間，大家都突然間話啲清潔工好緊要啊！哇！你又話佢緊要，點解停咗個疫症之後你冇加佢1倍人工咧？其實加佢1半人工，叫啲老細減2% 都已經頂順啦，冇我哋呢個世界繼續佔用佢哋，咁咧咪呢個全球化係搞出乜嘢啊？周圍就越嚟越多剝削，然後就係搞爛人嘅地方，仲話我哋中國好污染嘅。喂，你哋啲污染工業嚟咗我中國喎，香港啲污染工業都返咗大陸啦。根本上就係呢段時間係傷害緊人哋嘅國土，結果咧就有錢嘅國家利用咗呢條橋，就變做越嚟有錢，窮嘅就越窮。然後咧，佢自己國內嘅有錢人同窮人嘅差距都拉開咗㗎。嗱，成個制度又有一個所謂資本主義啦，咩絕對嘅自由主義啦。然後中間有一個好大問題，比較少人講，就係跨國公司咧坐大咗，影響咗全地球點樣管治嘅，連聯合國而家變咗廢咗。因為佢有啲公司大到係大過成個國家嘅 GDP 嘅，點搞咧？所以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嘅就係有錢國家定晒啲規則，而嗰啲規則係對佢有着數嘅，然後國內嘅規則就定到對有錢有着數嘅。咁咧呢度我就提一提咧，啲數目字唔緊要，我即係俾大家見到嘅咧就係，其實咧我有條數計咗出嚟，話中國咧係啊放好多二氧化碳，不過好大部有一大堆嘅就為咗美國嘅產品做完之後賣俾佢嘅，有啲喺歐洲，有啲日本。
我哋中國啊放大咗好多嘅二氧化碳，係因為其實係為美國我咪已經識咗嘅嗱，為美國、為歐洲、為日本犧牲嘅。哇！望你電話咁叻嘅，我明明撳熄咗佢噶，唔知咩嚟喎？疑似垃圾電話，即係呢個世界咧打死佢都唔得嗰啲啊！而家咧就係資本主義嘅幽靈，到處騙人同埋垃圾都係極端資本主義嘅表現嚟嘅嚇。好，我想話俾大家聽，唔好俾外國啲宣傳呃咗你，以為中國好鬼衰。我哋而家除人頭未有攞排到前邊，仲有就係我哋好多嘅排放係為咗人哋嘅。嗱，我全部有根有據啦。仲有啲嘢呢啲就純粹講嘅就係，有人計過1970年之後咧，全地球用幾多物質啊？呢啲數都有人計嘅，都唔知點計，好難計啊！嗱，喺幾十年之間咧，用嘅物質咧係幾倍嘅。譬如呢度1970年用22個單位，2010年係用咗70個單位。佢人口冇增加咁多嘅，但係用嘢多咗。去到2000年之後，哎呀 fast fashion 仲勁。而家有人話時裝業係佢排放二氧化碳好快就佔全地球1/10㗎啦。即係邊度有人咁起有錢，你會有啲叫 fast fashion 嘅靚嘢應該永恆㗎嘛？係咪啊？女士，我成日叫佢哋買啲好貴嘅衫，貴到你其實唔捨得買，都買咗佢，咁你就會着嗰件衫好多年，同埋保持身形一樣好多年。Buy less, buy better。而且 buy 到你唔捨得 buy 嗰個，買完之後咧有排都唔敢再買，就最好啦。嗱，其實呢個嘢好得意嘅就係消費增長之後咧，就貿易規模增大，但係好得意喎。我哋會以為啲富裕國家你都夠富㗎啦，你唔會用更多物質，點知佢繼續用更多物質。美國尤其是歐洲尤其是，但係我覺得好玩嘅就係，但係佢哋唔快樂㗎喎。我哋發覺歐美國家好唔快樂㗎喎，佢哋吸食毒品好犀利㗎喎。即係話呢條根本上就毒藥嚟嘅消費，搞到呢啲人空虛，係嘛？嗱，又發展中國家咧學人哋工業化啦、城市化，結果搞到污染，又排放好多二氧化碳，全地球都興，自己都興埋，好蝕底嘅嗱。實際上咧，同時就製造咗好多垃圾啊嘛，即係嗰啲嘢今次你用唔着，或者你好鬼唔襟又平，需要 buy less buy better。實際上，因為佢哋發明咗呢個去窮國家做嘢之後，佢發覺都唔使提高效率，所以實際上效率係降低咗。所以呢個世界，我哋由70年開始就已經彎緊，去到2000年之後咧，彎得仲快，因為發覺嗰條橋勁啊，用得仲盡。不過我哋睇下，我唔得閒讀啦，我哋啲眼睇嘢快過我。總之呢個世界你樣樣都唔掂嘅，氣候又唔掂。生物又唔掂，喐下又周圍都係病。最慘咧就係有污染，跟住咧好多人覺得呢個世界唔公道喎，啲後生仔覺得好唔公道喎，不分不仁。咁即係人類完蛋啦，不分不仁，係嘛？歐洲好嚴重啦，日本好嚴重啦，香港都幾嚴重嘅，因為香港其實都係富裕國家嚟嘅，都係喺呢個消費呢個漩渦入邊。我哋香港好唔掂㗎，其實。然後呢個世界咧有 disinformation， 最慘就去到最後咩叫 low inspiration youth， 個名好好聽，其實就係躺平。呢個名好聽㗎 ，low inspiration youth， 躺平。不過我同佢哋講，我支持你哋躺平，不過躺平有幾十個模式，唔係瞓喺度咁解嘅躺平，即係我唔會好似你哋咁樣就叫躺平。好啦，時間有限制，總之我哋而家其實人類已經去緊滅亡之路啦，因為咧其實呢段時間樣樣都唔掂啦，你有眼睇唔使我講啦。根本上，尤其是我哋越嚟越多人喺城市入邊，城市唔係住人嘅地方嚟啊。舊經濟冇可能再行噶啦，所以點解而家咁多後生仔話想去耕田啊？
因為耕田，我同個天打交道，冇中間人，冇人剝削。不過咧，個天就成日蝦你。今年耕田嗰班人旱到黐線啦，而家唔知點算好啊！6月啦，而家仲未落場好大嘅雨，個天黐咗啦。嗱，教宗方濟，我唔知你哋方濟定方濟各，好似兩個都得啊。嗱，佢好留意到啊，啲經濟強國仲喺度講緊而家嘅制度好嘢啊，不過而家嘅制度係優先考慮揾錢，而唔係諗人類嘅尊嚴或者對環境嘅好處。實際上，教宗講得好清楚，根本上而家嘅問題就係人類呢個道德淪亡嘅問題。其實道德淪亡覺得好似好奇怪咁，其實我哋冇諗第二啲人，而我講呢個人係包括其他生物啊。咁根本嘅原因，其實我正話一路都冇講。其實1970年之後發生嘅所有嘢，就係因為科技勁過頭，而呢個科技令到少數人可以影響越嚟越多嘅人。電視，然後跟住嗰啲後嚟有啲叫 Telex， 你哋好多人都未見過 Telex 有段時間打贏咗電報，跟住 Telex 之後搞下 Internet 搞下，而家你見到嗰啲嘢啦，唔使我講，就係呢個世界就係科技同埋資訊呢啲咁嘅嘢咧，係讓少數人控制大多數人嘅思維，然後咧我哋大多數人咧係糊糊塗塗聽咗佢哋講，就接受咗科技進步就係社會進步。但係科技進步唔一定等於社會進步，科技進步等於人殺第二個人嘅能力高咗啫，同埋殺其他嘅生物。咁咧就係，然後咧有啲人成日覺得以為地球係無限嘅，唔係嘅，地球好有限嘅。我哋好容易知道，讀科學嘅人就好快就知道地球一定有限。講到尾，得一個太陽照住你，喺旺角人就問你邊個照？好嘢啦！太陽照，但得一個太陽嘅咋，每一平方米得1400火嘅咋，咁你冇嘢搞喎。咁結果啦，喺我哋以有限去追無限，咪搞到互相毀滅啦。教宗講得好好，嗱，有啲環保分子係過咗龍啊，淨係話呢隻動物好緊要，咁嗰啲人咧，如果保護嗰隻嘢之後，嗰度啲人冇得食都唔啱嘅喎。所以教宗話好清楚嘅就係我哋一定要記得喺講成件事入邊，最終都係要講係對人類同胞嘅真誠關懷。呢個我覺得教宗講得好清楚喎。我哋教宗其實有受科學訓練嘅喎，好多人唔知道喎。其實我哋嘅教宗有科學訓練㗎，佢唔係文科佬嚟嘅。咁仲有佢講得好清楚，勞動係好重要嘅，所以掃地好重要嘅。好啦，我教宗嘅嘢就係你大家都知道啦。嗱，咁教宗方濟其實佢係向邊個學習啊？得幾句係聖 Francis of Assisi， 佢係點樣啊？係對動物友好，對窮人佢關懷。實際上就係話我哋要解決而家地球嘅問題，係要消除貧困，恢復被排斥者嘅咩啊？我唔敢講覺醒嘅尊嚴，因為所謂排斥者即係窮人、唔掌握知識嘅人，比掌握知識嘅人蝦。呢度邊個讀得書多，就邊個係壞蛋嘅機會大啲，因為你影響人哋嘅能力高啲。咁咧就因此我哋要保護窮人，保護其他嘅生物，係要尊重自然。咁呢個係我最緊張嘅就係，我有時覺得呢個世界個制度咁麻煩，我點改變佢咧係改變唔到嘅。不過教宗話唔緊要，你只需要喺日常嘅小行動之中做啲好事，呢個就係對關注受造物嘅一個叫做乜嘢啊？好高尚嘅責任。所以我鼓勵你哋唔好開冷氣機，而教宗真係講過冷氣機。佢係話其實我哋做咁多壞事，好簡單嘅例就係點解會開空調啫？只不過因為賣空調嗰個賣俾你有錢賺啫，所以猛咁氹你哋開空調咧，仲氹你開溫度低啲添，18、19度。有啲學者竟然出咗啲文話最好嘅溫度18、19度，咁都傻嘅。最好嘅溫度27度。
我而家周圍講啦，有科學證據證明啊，其實27度係人類安靜嗰陣時最舒服嘅溫度。好啦，咁咧，如果你哋能夠由今日開始減少開冷氣，我唔敢叫你唔開冷氣，咁咧同埋 set 27度，咁咧你就係做緊教宗叫我哋做嘅嘢，咁我哋就會保護緊地球噶啦。最後呢句就係我哋咧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唔識欣賞自然幾靚。咁咧我咁多年嚟又教人睇雀，而家我又氹緊人哋睇花草，都係希望我哋睇到呢個世界靚嘅嘢。你見到靚嘅嘢你就唔會破壞佢。咁所以我咧係促進大家多啲去睇靚嘅自然嘅嘢。最後一句講到尾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嘅世界流亂係因為嗰個道德觀念係冧咗，我哋要重新砌起佢。咁我希望後邊兩位講者咧補充我呢啲講得咁嘅匆忙而毫無深度嘅嘢。多謝大家。